各位兄姊平安，咱做伙来祈祷。主啊，雅各的诗班吟出这个诗，来互阮一个心魔，要甲你面对面。主就是这个在敬拜中间，我嘛好顶的期待，就是安尼面对面。因为当阮才利用以色列的儿女做宝座，所以这个时阵，你的宝座伫遮，阮会当甲你面对面。主，阮就恳求你的罗卜伫遮所传的信息，你宝血的洁净，通造就伫树林这近120年的教会的兄弟姊妹，阮何等的期待！拄亲像阮的心愿，今年的主题，诚做祈祷的教会。阮嘛毋忘伫祈祷的中间，阮领受你的负担，参与伫教会起造，抢救灵魂。主啊，但你保守你的罗卜，会造就你的百姓。你徛伫你罗卜的身边，你的罗卜所讲的，毋忘合你的心意，靠耶稣的名。阿门。多谢主的恩典啊！咱这长老安排，我今仔日搁一摆伫遮啊，第二摆伫遮来甲咱来分享上帝的信息。我相信昨昏咱若有来，咱搁一摆来复习，你会记前摆所听到的。咱一个基督徒会真根本的，就是主安怎讲，我着安怎做，会记一个码。既然主所无欢喜的，我就无想、无看。无听、无讲，嘛无要做。主啊，我无啥物坚持，你袂当甲我改变。你爱我改，我着改。第四，主，我立定志向，要互你欢喜。这回用一个主题，掠天父事为念，掠天父事为念。啊，这是耶稣伫12岁时去到圣殿敬拜。过节了的时，爸母想讲伊已经转去，无拍算，到尾找无，倒来到圣殿第3日找着。耶稣的老母就甲伊讲：“你哪会互你的老爸甲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讲：“兼知我应当用我爸的事为念。”咱用即句做即回主题。昨昏咱伫遮有讲起抢救100万灵魂。咱来看到讲。咱信主的人，安尼还有遮尔少。咱虽然1986年2点几%，即摆已经5%，毋过还阁是真侪还未信主的。所以咱昨开始，就是用一张单，今仔日你有收到5重的祝福。你感觉讲，咱今年阁来祈祷，咱要做祈祷的教会，祈祷什么话？祈祷下主的心意。还有人还未信主，你敢有亲人还未信主？敢有？咱来甲写起来，先对祈祷开始。你写一个，写2个，写3个，然后今仔日聚会结束的时，你将这张来放伫遮讲主，我要用祈祷做我的奉献。今年要为着这几个祈祷。咱到年底时，做伙来算上帝恩典。你祈祷的人，伊的情形安怎样？咱通过祈祷的教会，会产生是一个抢救灵魂的教会。但今仔日我继续伫遮佫讲，特别百家长老讲，即回会当介绍啥人？其实我转来到台湾，有一个使命，就是抢救100万灵魂。抢救100万灵魂，佫一条路是通过设新人院栽培人。去牧养教会，去开拓教会。所以你今仔有一张新人院的资料，你放伫祈祷的中间。咱伫下晡有一个祈祷的机会，互你表示讲，你嘛要有份这项代志，你放伫祈祷。下晡我会介绍新人院。但今仔日三甲要用这个主题，有听才有羊。咱看到讲耶稣怜悯无有牧者的羊群。伊行遍逐个乡舍，伫遐回堂教世人，传天国福音，医治逐样的病症。
伊讲伊看到真侪人，伊就怜悯因，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一般样。羊无牧者就是有草就去食，有草就往前行，毋知影讲遐一个山坎伫遐，伊一个大无好势，伊就摔伫山坎了。羊无牧者就是毋知影危险，往头前行，毋知影有豺狼有豹，已经伫遐看，已经伫甲伊上，就是到尾伊就是紧来就甲伊食去。羊无牧者是何等的可怜！耶稣看到真侪人会看到这个感受，而且咱所看见的是咱看移民，伊怜悯人，咱嘛看到真侪移民所遇到的困难，所遇到的艰难咱的态度要如何？是，你若我伫外国安尼这几十冬看到济的苦痛的情形，我会记初期我1989年到伫纽西兰、澳洲去看遐移民的时，去往因传福音的时，听到迄边的情景虽然这已经过毋过无相像的艰难，拢相像在继续出现。移民的社会真侪家庭问题，其实嘛免讲移民，伫咱的社会嘛真侪家庭的问题真侪两代之间的问题，伫外国是更较厉害。我还记得到伫这个纽西兰的所在，捌遇到这款的情形，迄个庄舍差不多20几岁的这的中国人还是台湾人的移民伫遐敢若只有2个丈夫住伫遐，下剩的拢是转来趁钱，遐是商业移民，所以因就伫遐亲像放伫银行的钱用来生活所以国母种先生就伫遮做工迄个产生偌济的痛苦，咱就看见。我会记一个家庭，伫讲伊的痛苦，有3个囝儿初中国民学校幼稚园，伊讲即管即3个管真艰苦所以逐遍电话起来就敲电话恁爸爸家己甲你讲无你毋听我的话，爸爸甲你讲所以安尼电话常常敲敲的是产生偌济的痛苦有时敲找无着当时走去倒位佫敲暗佫找无着有济的家庭的困难伊伫甲我讲的是讲，你敢知影我前个月的电话钱偌济我当然毋知影。伊讲是台票10万迄阵是40块比1块就等于20块，2500美金。当听到这时，我安想到的时，我哎哟，哪会真济时？伊看我的表情，伊讲我毋是上济，隔壁是12万。你就知影讲移民所遇的艰苦所以伫遐艰苦，我有一遍伫遐讲，你毋免搁秘伫皮空内踮伫流目屎无拍算第2天聚会时，一个姊妹来甲我讲，牧师你昨咧讲我就是秘伫皮空内伫流目屎的人。移民真济痛苦，毋但安尼，我嘛看到讲，伫移民的社会中间伫遐，我捌去到伫靠阿根廷遐的咱的华人用什么款的职业，就是用小超市伫卖遮的日用品当迄个暴动的时阵产生的问题，我几年前去到遐。一个人咧甲我讲，你敢知迄个时阵，我经营的因带入来抢，我伫遐甲抵挡的时，竟然我的目睭去互伊攻破。伊讲我的目睭带落出来，但无管遐物要紧是伊的性命，碰咧，赶紧请人紧急帮助伊去到病院。伊讲我今仔日还佫会当安尼，若毋是我已经。无目睭伊讲阮所赚的钱是伫请下来得到的钱，然后到伫莫斯科的所在1995年伫遐去传福音的时，竟然发现伫遐有听到一句话，我嘛伫遐第一遍听到，伊讲有太阳的所在，就有华人伫遐伫流汗有月亮的所在，就有华人伫遐伫流目屎。伫遐，因讲阮伫遐传福音
传福音的时，搁一遍、第二遍去的时，无人，迄个人信主啊，人去倒位？伊讲牧师，伊昨去互遐莫非去甲伊抢，去甲签一刀，即马伫即个加护病房有性命的危险。我讲，哎哟，这哩艰难，是移民有济的痛苦。有一个老兄弟80几岁，对台湾去美国，因为伊毋是即个要读册无容易，毋捌看字，因直接去。伊伫遐咧讲伊的艰难，每一遍看到我，来礼拜看到我徛起来，牧师，我真艰苦，我当为着祈祷。讲艰苦的时，有一遍要表达伊的艰苦，讲牧师，我是住伫苦瓜园呢。我啥物住伫苦瓜园？这蒙也苦，这边也苦，迄也苦，连拢苦就对啦。我嘛毋知要安慰。我讲毋过苦瓜嘛会甘呢。啥物人爱食苦瓜无？你看苦瓜，就知影苦，逐个个爱食。所以伫遮苦瓜会甘。所以伊感觉讲，所以有阮一边差不多150个人的长辈，阮伫庆祝圣诞的时，我伫传福音，我甲讲，请问，什么人的人生有一帆风顺无？特别出国的时，大家都用一个迄个鞭啦，是迄个卡片，拢是只帆船，写一帆风顺。我问讲，恁什么人一帆风顺？哇，遐150个长辈对65岁到90几岁的人，无一个人举手。我讲哇，人生无一帆风顺。我有一摆甲遮个大学生做伙时，我问这大学生，你的人生敢有一帆风顺？大学生嘛无一帆风顺。我即摆我问你，请问你的人生敢有一帆风顺？无，真济的血泪。伫遐，阮伫遐带人信主的，伫莫斯科带人信主的时，因真爱唱一条歌，这条歌，我是讲，漫长人生旅途中，所以这是用这个中文来唱，总是你看迄意思，忧愁常常围绕我，规日饱梦，甲伫遐夜梦，毋知影要对倒去，总是这个歌因爱唱的，你可知影上帝听你，你知影上帝听你，所以这条歌因爱唱，就是后壁有一个愿望，是头前是表示咱的人生，想想咱今仔日伫台湾。这嘛会当表示咱的人生，咱有遮个欠缺。读我伫花鼓堂的时，我遇到一人，伊讲已经无工作8冬啊，伊的目睭焦，伊的腰袂使，伊无法度去工作啊。我嘛发现每一个，伊讲家家有本，什么话？你嘛知影，大家拢说。所以漫长人生旅途中，咱用这条诗来感受迄款的情形，就是盼望的人。我毋知你会当安尼感受袂？咱做伙来吟这条，来。漫长人生旅途中，途中常常围绕你，从日上望又撒望，不知何有何做？你可知道神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他带领你，扶持你，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他带领你，扶持你，永远爱你。有一摆我伫美国的中部一个 Denver 的所在，伫遐传福音的时阵，有一个中医师来听福音，我看伊咧吟这条诗的时，伊就一直流目屎。到伫聚会结束，伊来找我，伊来请耶稣入去伊心内，成做伊的救主。伊感觉伊虽然有一个工作，
总是伊反映到伫即个无常的环境，伊的心常常孤单。有影会当描写，我感觉我的人生是要创啥？总是迄日伊找着主，你敢知影上帝疼你？这个人安尼已经10几冬，上帝安尼带领，竟然伊阁搬到迈阿密，就是有一日，旧年竟然来到伫阮的新人院来，正做新学生。伊感觉伊人生要找着服侍主，伊的中医，伊感觉已经到遐，伊会当帮助你。伊看见一个病人，伊发现真正会当帮助的是心灵，所以感谢主。有一摆去伫美国的东部，伫遐做阿拉巴马，伫遐做工的时，迄拢真济对美国人的中间，华人伫遐，迄个孤单。一个老大人自会说，伊讲的话毋知倒一省的，我听无。了我才知，伊讲你所念的这条诗，在表写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就是安尼。伊直讲，我听无就讲，敢会当去吟一遍？好来，咱再来吟一遍。来，漫长人生的路中，围绕你，终日不忘忧撒网，不知何去又何从。你。你可知道神？我想咱拢捌听过有一条歌，讲世间有一个事实，就是耶稣疼你，耶稣疼你。今日你来到伫遮，无论你的情景安怎，我要甲你讲，耶稣疼你。这也是咱教会存在意义。咱就是因为耶稣的疼，咱伫遮，咱三个接受这个疼，咱才有一个人生的方向。感谢主的恩典，接着耶稣吩咐，你讲，就爱求总界主找勤工人。一个事实，伫耶稣的时代，耶稣就讲。庄稼真济，总是做工的人少。是耶稣的时代安尼，今仔日咱阁看到，咱还阁有90几%的人还未信主。你讲伫大陆有正8000、9000万的人信主，总是要有12亿的人还未信主。欠少工人，所以伫遮咱来看，主耶稣爱学生做甚物？看到这的欠缺时。耶稣无叫因随出去，耶稣甲因讲，着爱先祈祷。感谢主，咱的教会伫祈祷方面已经有在进步。咱可袂得，咱搁较进步。真正咱的教会是祈祷的教会，你嘛才做祈祷的会友，你嘛才做祈祷的人。而且，所以咱先加入迄个祈祷的行列。我有听伊讲，咱去年6月主会刷的时阵，甚至有50个、60个在参加祈祷会。即马。听伊讲有较冷了，你问隔壁，敢有遐较冷了无？问一下，安尼讲无咱就来哦。咱就做伙来，咱毋茫讲即个拜我阁无相像，咱阁做伙来，阿门。敢是要做祈祷的教会，若无祈祷，哪会祈祷的教会？所以咱阁一遍，你甲隔壁讲，咱做伙来。咱即个拜五要无相像啊？安尼，咱即个嘛得将即个。一个人要写3个人，咱特别来时，放伫你的圣经，特别就在为着这祈祷。你要同志祈祷，迄日集体祈祷。咱今年有个人讲会不再一样，咱的教会要不再一样。阿门。因为咱有祈祷，伫耶稣的时代就是安尼，咱就看见求庄稼的主找勤工人去收割伊的庄稼。咱看主所注重的是工人。耶稣一个开始出来传道，就呼召学生。
伊爱学生甲伊三甲做伙过伊，然后来抢救灵魂。今仔日你我受调入来，耶稣爱咱甲伊做伙，三甲去看伊天父的思维念，来去敲锤遐个人。我知影你的厝的人，也有人也未信主。你的兄弟姊妹也有人也未信主，咱伫这个社会有侪别项的影响，总是咱要安怎去追求伊，咱先为着因祈祷。所以，请你搁继续，你若也未写，你开始来写，这是咱今年教会规个目标。咱恳求主来帮助咱。伫遮就是增加这工人少啊，今仔日主要的呼召，你敢会当肯来参加伫主的呼召，来受伊的册称。所以伫遮有一条诗歌讲：主啊，主啊，我伫遮。咱昨的聚会已经写，主我伫遮，找我，找我，亲像以赛亚小翔啊，就小翔我伫遮啊，我伫遮安怎做？我伫遮，我伫遮，我先参加祈祷的行列。上帝给我机会，我就出去传信主。所以这条歌我感觉真好。伊讲。你捌为我放杀你家己，我怎样对你无情无义，全心全意为你来活，直到迄日欢喜见主的面。有一日咱拢都爱见主的面，毋要见主的面，我讲主啊，我有照你的教示，我有祈祷，我有参与伫带人来到伫你的面前，所以这也是咱的一个表达。对主来讲，主啊。主啊，我伫遮，拄啊亲像以赛亚，咱今日甲主讲一句话，阿免。来，主啊，主啊，我又在这里，求你，求你听我誓，我愿献全身作为我祭。遵行神旨意，求你欢喜。你曾为我舍了你的自己，我怎能对你无欠无义？全心全意为你而活，直到那日。患难见你，读过咱的诗歌真好，咱的诗班，咱的敬拜团，甲咱讲面对面。我毋望即摆你会当亲像面对面，甲主讲：主啊，我伫遮，我伫遮，找我，找我。我要伫你受找行列来甲你三个做工。然后咱看这工人是爱准备什么？好啦，我要去做工，我要参与。需要怜悯甲疼，是怜悯甲恻隐之心有什么无相？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你捌看迄个连续剧无？啊，看了个底下哪看哪流目屎？是安怎？你有恻隐之心，总是你唔免有行动，迄是恻隐之心，总是怜悯的。耶稣在讲的怜悯，拢有行动。好的撒玛利亚人。看到一个耶路撒冷犹太人啊受拍受抢，伊看到动了怜悯的心，就落来甲伊扶持，甲伊帮衬。怜悯的后面拢有行动，所以今仔日耶稣伫遐讲，耶稣要记他的工人，就是迄个充满烧上伊的怜悯的迄款的工人。有一摆我看到一本册啊，伊讲疼是针对需要，请是满足需要。啊！伫遐我就咧看，慢慢我伫木会顶悬，有影发现一个见证的分享。有一摆，一个兄弟来甲我讲，牧师，你敢会当帮助我的老板来信主？我讲伊安怎？我讲伊已经癌第尾期啊，毋知过偌久的时间啊！我真毋望伊信主。我讲好，咱祈祷了，阮就去。去迄时出来，伊已经是这个是马来西亚的侨生，读咱的台大的哲学系，然后去伫美国的所在，我第一遍见面，看到伊穿什么出来？伊穿伊的困衫出来，因为已经真瘦啦，伊拢伫厝里，所以我知了，今日安尼真几句话就讲，
无人，我知影你身躯安尼，无你的朋友爱我来甲你谈，好你谈。啊，所以就开门见山。你敢相信？我用这本书，你敢相信有一个神？伊讲毋免阁讲啊，我知影有一个神存在。我知影有一个神存在，所以我就无去假说真济。第二，咱看到这位神的时，是一个听的神啊。然后你敢有看到咱是一个罪人啊？伊讲伊有一摆伫看，伊是做甲真公司做甲真大的人啊。伊讲看囝啊，看到伊愈来愈瘦。有一摆像家己拍家己的喙皮，你即款人伫公司佮含人搭骂来骂去。伊讲牧师，我是罪人，我了解，我安着毋免佮假说啊。第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要救你脱离罪恶。伊感觉伊需要。然后第四，那安尼你需要家己开心门，请耶稣入来。伫你这么艰苦，请耶稣入来。才有一个祈祷。上帝啊，我需要你，我拍开心门，请耶稣入来。所以迄日，阮就4个人跪落，我跪伫遮，我的朋友伫遮，即个先生林生伫遮，因太太伫遐，啊，阮就祈祷。伊在祈祷的时，伊开始祈祷上帝啊，伊叫上帝的名的时，从我开始流目屎，一直流目屎。我知圣灵的做工，所以我伫遐等伊。轻轻甲伊放伫伊肩胛头，上帝啊，一直流目屎，一直流。了，这个讲，我需要你。我现在拍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甲人生的主宰。感谢你赦免我的罪，佮开始流目屎。迄日祈祷了，我讲耶稣伫倒位？伊讲伫我的心内。感谢主。然后伊的负责人也接受主。接受资料时，伊搁去倒来休困，然后阮就开始圣别礼拜，将遐偶像拢甲伊收起来。收了时，我要退倒来时，啊，伊的负责人用一个茶叫阮坐一下，啊，伊才搁对病床搁起来。拄啊批送批来，所以伊手摕批，啊，总是伊讲一句话，我永远袂记记。有真侪人向我传福音、传教，我袂当接受。啊，总是我一个朋友用目屎、甲疼心帮着我的心，我接受。迄日看起来那像是我去带伊决志，毋过我昨有讲，咱咧传福音，那像食小笼包几粒，你食饱，哦。9粒哦，普通10粒，老总10粒。我讲，原来这个兄弟已经甲伊饲9粒啊，我是最后1粒去安尼。所以感谢主，伊讲有真侪人向我传福音，我无接受，总是我这个朋友用疼心甲目屎蒙着我的心，我接受。了，为着伊洗礼，伊讲牧师。我去起摩洗了比了，回来才来洗礼。我讲你若准备好，咱就来洗礼。啊，我迄日要洗礼时，我讲你若早时袂当来，下晡我带长老去你的厝洗礼。啊，所以迄日有来，伊讲洗礼以前做见证，感谢主的恩，这4字这么简单，费我1万几个日，伊40几岁，才对我的嘴讲出来。啊了，我就回来台湾服侍。两礼拜时，我甲牧师娘联络的时，伊讲这个人去 chemotherapy 已经死伫病院。我讲主啊，这么紧，总是讲主，我感谢你，我有带伊进入对永世的国度。伊讲在等你回来举行追思礼拜，伫追思礼拜，我用什么题目？伊虽然死，也在讲话，在讲什么话？有真侪人向我传教，我无要接受。总是我这个朋友用疼心甲目屎蒙着我的心，我接受。咱要带人信主，是毋是干那伫嘴？是需要疼心，是需要用疼心去蒙着人心。我嘛有时会感觉伫牧会中间，我上欠缺，我甲主求的，我失败会提醒。
就是有一摆一个姊妹甲我讲，牧师啊，你迄是1987年，你这回转去，敢会当替我摕一本特别的圣经，去互我迄个朋友。我讲，我毋茫行李较轻的较好，所以你啥物圣经，我来台湾替你买。伊讲迄本台湾买无，我往到台湾买无，我都爱亲身签名。我安尼对，安尼买无对。我想看嘛咧，毋过我就想，哎呀，哪会当愈轻，哪会当免行李，我拢尽量看买细卡的买，安尼。哇！迄礼拜中间，我读着一本册，叫做《推己及人》，爱是针对需要，爱是满足需要。我怎感觉讲主，我对我的听心无够，所以我就打电话甲伊讲，某某姊妹，我真欢喜替你摕迄本圣经转去。毋然安尼我转去，我嘛捌即个人，我毋茫甲伊去祈祷关心伊传，伊讲 Are you sure？ 你敢有影安尼？我讲实在有影，伊毋知影讲圣灵已经甲我接臂啊。他说是啦是啦，所以真正到迄个拜六圣歌队准备时，伊本圣经摕来，哇，一本大本圣经，当然内底毋知写啥，我毋知影，就是要互然后伊一张卡片甲我讲，老牧师娘，我真欢喜来到美国，来伫遮互你牧养，我迄日想讲要送拜托你一本圣经。嘛，感觉真唐突，足歹势。毋过，迄日你咧甲我问诶，讲你甲我讲诶，讲你去毋领摕圣经互伊，甲伊祈祷为着伊。伊讲迄都是我甲主求诶。伊传写哪？我对今仔日起有搁较大诶信心来祈祷啊！我心内想讲主啊，我差一点将一个信心带太好死。主伫甲我讲话，个主甲我讲话安怎？阮礼拜堂都有一个迄个乡亲来找来参加礼拜了，就一直问讲阮太太有来无？阮太太安怎？阮太太都离婚啦，所以我都袂使见，佫袂使离厝离外久离，啥物话遐足严的，所以听讲伊前礼拜来，所以我即礼拜捌来，意思是讲特别在做礼拜，伊也袂当甲我讲啦，因是我来做礼拜，我毋是要接近伊，安尼，我无来，伊都无来啊，因为摕着周报，所以有牧师的电话。所以以后我定定下晡时6点外食饭的时就接到伊的电话，我就想，哎呀，这个人实在足麻烦的。教会已经整就无用啊，佫加一个，佫离婚的，要创啥物货？有时伊敲电话甲我讲是讲，牧师你敢会当2分钟互我？伊嘛知影我无啥接到伊的电话，我嘛哎呦，我讲哎呦，我哪会无2分钟互你咧？我嘛就甲主求下面，迄日看到即句话，爱是针对需要。爱是满足需要。我讲上帝这人要安怎？我无上帝你叫伊搁敲一遍电话来，无我都无伊电话，因为我无爱留伊的电话，搁加这么麻烦呢。真正你食饭时电话搁来啊，这回我都无想啊。我真欢喜接到你的电话。我甲你记起来，我甲你讲，这个礼拜我会转去台湾，我转来了5月7日，是当时会转来，我转来才去找你。伊讲牧师，你要来找我？我讲对啦，我转来才去找你。我伫转来时5月7日，伊的电话过来，伊讲牧师，我无代志，干那问看你有平安转来无？我讲有啦，安尼好。阮用5月14，我5月14度买一个果子，我就叫迄个主治去找伊，去才知影伊的艰苦。原来伊去共租一间房间安尼伊是上暗班的。所以日时困，困了要去上班以前，煮食的，所以敲电话给我，所以6点外，特别我咧食饭的时，伊才敲电话，知影艰苦，你也想讲我讲你需要主，咱的正式土开，艰苦需要主，伊讲是啦，我伫遐喊伊谈好音，这人真特别，我喊伊谈好音，谈到这时，伊讲那安尼，这个祈祷敢会当成做你的上帝啊？我需要你，我开心门，请你入来。做我的救主这敢会当代表你的意思？这人真特别，伊看了是讲，90%，我毋捌传录音，传人讲这个祈祷是90%同意的。我就讲上帝当要安怎我讲另外迄10%是倒？伊讲我搁看一遍，就点仔看，安尼100%。所以阮从搁归落，搁起来接受主，感谢主，上帝通过这个。互我知影讲，
我无可能带伊信主，因为我对伊无疼。所以今仔日，当咱在要讲疼的时阵，当咱在要讲去带人信主的时，伫你的亲人的中间，咱需要先有疼。所以伫遮，若无疼，咱哪会当做什么？啊，阮厝边有一个苏联的背景的家庭，啊，阮搬入的时，搬去厝边的时，啊，这人拢毋讲话，这查甫的拢毋讲话，根本看无起你这东方人。上济敢若因太太掠一只狗啊，踮墙仔边，甲阮讲，这叫做苏西，一只白狗，苏西，哦，安尼，这是阮甲伊讲话安尼。啊，所以拢毋捌咧讲话。有一摆，阮拄仔特别去山地个去度假，啊，阮米拢囥伫车顶啊，今日啊，无算人拢伫车顶。啊，我讲，我甲隔壁讲一下，甲讲一下，嘛罔甲咱看一下，咱拢一礼拜无伫咧。啊，我去伊拄仔特别上车，啊，我讲阮特别去度假，啊，一礼拜捌你看，伊讲无问题。啊，伊哪讲，阮太太拄仔特别手术，我讲伫倒一搭，啊，伫即个 community hospital 安尼哦，啊，手术啥物？手术脑。哎哟，啊，我带甲牧师娘讲，咱可能吼慢只出发的，咱先来甲看一下。啊，所以去买一个喷花，啊，买一个卡片写好，啊，去病院去找，互我找着。我弄门，啊，开门的时，伊则讲，哪有即款的厝边呢？哪有即款的厝边呢？哇！啊，我就也讲，哎，讲我要哪称呼你？伊讲，哎，都前脚都毋捌咧讲话，讲啊，我着做牧师，哎，讲安尼以后我叫你 Pastor Liu， 吼，安尼就好。啊，所以我还没祈祷了，啊，阮就去，连我出发啦。到底，阮倒来了，啊，已经伫病院啊，开刀了，所以我就去病院安尼去看。啊，去的时我特别去看，特别一遍两遍去看，啊了，啊有一摆我去的时，迄太太开刀了，啊伫遐休困，伊甲即个护士讲，这个是好家伙 ，This is good guy， 哦，讲我是 good guy， 哦，因为你甲看，我无要紧，啊这我讲啊，我讲吼，我讲去甲祈祷，啊我讲你嘛家己会当祈祷，伊讲啦，伊讲阮先生甲我离上帝真远啊。我无要紧，你会当搁倒转来，啊，所以伊喺办堂伫遐祈祷，我牵伊的手，耶稣，我需要你，耶稣开我的心门，啊，我要请你入来医治我。啊，祈祷了时，我讲，啊，你头祈祷有诚心无？伊讲有。我讲耶稣伫倒？啊，伊无讲话，伊拄啊办堂，啊，像讲呢，耶稣伫倒？耶稣伫伊心内，哇，感谢主。啊，当遇到伊先生，我讲啊，当恁出年吼，我毋知要安怎帮衬你，我也袂晓煮恁的食物啦。伊讲我的太太欢喜 like sweet sour pork， 就是甜酸肉，吼，就是迄个安尼酸酸的迄款肉。哦，安尼好，所以我下昼时就去迄个餐厅买迄个 special lunch sweet sour pork， 吼，啊，搁一个是葱爆牛肉，啊，就买，就摕去互伊。第二遍我摕去的时，迄暗因先生来。上班了来找我讲 ，Pastor Liu， 你的教会伫倒位？我讲安怎？我讲伊讲我前礼拜就去教会要找你，啊，拢看无，你毋知倒位搭。啊，伊想讲我是伫迄个 city， 毋知我的教会伫海南拍。啊，我讲无啦，我的教会伫海南拍。啊，害我一直坐伫一直等伊等无。我讲啊，所以过礼拜伊就从我做伙来，下面太太来，阮请诚欢迎。我伫遮就互我想到一样代志，伫遮。疼是一切的根本。你要得到人，需要疼。当我若无疼，我无法度去得人，我无法度同人。啊，所以伫遮我看，后来咱看迄个911发生代志，美国遐有遐灾难，911发生代志的时，迄个对迄个 UA 93号会当敲电话，啊留伫一个姊妹的迄个的录音，伊讲我敢若有1分钟安尼。啊，到尾迄个记录是71分，吼！伊讲啊，恁啦，啊，伊就是伫遐讲啊，我敢若有10分钟啊，阮即马互劫机，啊，阮即马讲听伊讲，迄个工商的迄个楼已经互弄破，啊，阮即马嘛伫危险的中间，吼！啊，我无机会当去甲你讲话，我即马要留话，就是甲你讲，我听你，啊，你会去甲爸爸妈妈讲，因为我无法度去联络啊。你甲爸爸妈妈讲，我听你，我爸爸我听你。伫迄个短短的71秒的中间，几若摆讲，我听你，
发现一个人伫要离开世间的时，毋是在讲囡仔你着去领钱哈，什么话？毋是，是我疼你，要留的话就是我疼你。遐记录，互人真感动。咱知影伫四川大地震对无？四川大地震的时，你救护队伫救的时，去看到一个老母安尼哭伫压伫遐，看到懵，已经冷啊，说赶紧搁抱伊去。毋可以队长发觉到，哎呦，这老母哪用这个姿势，带去甲懵看卖咧，哎呦，头前有一个婴仔，用布包的，赶紧将这个物甲摕走，将这个 baby 抱出来。哎呀，这个 baby 用一个布盖咧，这个盖的时，伊带开起来，掀起来，要甲检查的时，有一个手机伫遐，手机顶面有话，写讲。我的宝贝，你若会当活落去，请你会记住，妈妈疼你。伊要留什么话互伊的囝？甲咱老公所疼的宝贝，你若有法度通活咧，你会记住，妈妈疼你。什么是最重要的？改命的中间。上要紧是疼上帝，过过着疼人，这是保罗的劝勉。恁互相唔通亏欠，独独彼此相疼，掠做三角亏欠。咱嘛佫看到，这就是彼得的提醒，万物的结局到了，所以上要紧的，就是彼此相疼。咱看到老约翰，伫约翰一书底下，细囝，恁着相疼，恁着相疼。因为疼对是上帝来，伫遐一直讲疼的代志。伫遮咱所看，疼上帝、疼人，因为上帝就是疼。咱咧讲，这个大使命要带人信主，也需要用最大的诫命，两个平衡来才会当完成这个大使命。今仔日咱讲要以天父的事为念，你要为着你的亲人，为着遐还未信主的，我相信你真正疼主的时，你会看什么？你甲写起来，较停啊！聚会刷，你将这张放伫遮，摆遮长老，伊讲伊要甲你付费了，这互你今年放伫你的圣经，常常祈祷，后壁写你的名，通知影通行你。那安尼，咱的教会来看，今年咱为着偌济咱的骨肉之亲来祈祷，求主来帮助。是耶稣伫什么时，才将羊交代彼得？约翰的囝西门，你疼我嘛？主啊，你知我，你无说毋知，你知我听你。耶稣讲，饲我的羊仔囝。耶稣搁问约翰的囝西门，你疼我嘛？主啊，你无说毋知，我知我听你。耶稣讲，照顾我的羊。耶稣搁问第三遍，耶稣要教学生在要离开的时，无讲真侪话，所讲的就是细囝，你有疼我无？伊甲伊讲，主啊，你无说毋知。你知我软弱，总是我实在讲，我疼你。耶稣讲，饲我的羊。假使若无疼，耶稣哪会肯将伊留保会所赎回来羊来交代你？假使若无疼，上帝太多会当通过你，带你的亲人来信主。所以伫遮我就发现真要紧的。一个真深的祈祷，就是我家己感觉我嘛需要，就是讲求圣灵将上帝的疼灌入伫咱的心内。阿门。你需要疼，我需要疼，毋过我的疼无够，需要对主来帮助。所以伫遮有一条歌，安尼讲，倒一搭有疼，倒一搭有疼。若有疼的所在，关山拢会氧化；倒一搭若有疼。倒一道疼，若有疼，一切黑暗拢会当变做白日。倒一道有疼，咱做伙来吟，吼！你要用台语、用华语都无紧。哪里有爱，哪里有爱，一切高山都容我。哪里有爱，哪里？哪里有
哪里有爱，哪里有爱，一切高山都融化，哪里有爱，哪里有爱，哪里有爱，一切黑夜变白昼，哪里有爱。我在想，咱的教会唔能做一个基督的教会，嘛只做一个听的教会。所以我即摆要请这长老出来，我请这长老出来，出来创什么话？出来吟一条诗，叫做《这里有爱》，敢会使？来，请长老出来。恁代表教会兄弟姊妹吟讲这里有爱，啊，刚4个长老伫遮尔，啊，其他的长老走去对，啊？好，我即摆，后来咱即摆慢才吟的吼，互因吟这里有爱，啊，你看安尼看会出来无？来，啊，这里有爱，这里有爱，一切高山都融化，这里有爱，这里有爱，这里。兄弟姊妹，敢看会出来？是徛着啥尔？啊，有几个动作，拢是咧比家己的吼。这里，咱搁看一遍，看要安怎？人对边来时就看讲，哎，这间教会有听来，这里有爱，这里看会出来没？有进步无？这里有。这里有爱，这里有爱，天边白昼这里。后来，咱拢起立来吟来，这里有爱，这里有爱，一切高山都融化着。啊，今日掉落在顶档啊！啊，你哋拢徛当边这里有爱。咱来互人看到，这个教会有听无？这个教会有听无？啊，是拢干那丢了都无用。这里有爱，这里啊，咱来接受咧，去咧祷告，这里有爱，这里有爱，这里。这里有爱，一切夜间白昼，这里有。后来，即摆我发现吼，这长老无够人，所以顶悬也无人去甲讲，这边也无人去甲讲，啊，这个单琴也无人去甲摸着。来，佮叮当，唔係這長老叮當，接受叮當，教會你攏叮當，你後壁的人講，你也講這有聽。樹林教會有聽，來，莫去徛搭邊講這有聽，你叮當去看。這里有愛，這里有愛，一切高山都融化這里有。我知影迄頂懸兩個人攏無人去講着，有愛。一切黑夜變白晝，這里有愛。阿們。樹林教會有聽無？樹林教會有聽無？是上帝聽。那安尼，咱今年，咱才會看到你所祈禱的人，要來一個一個要來信主。你甲寫落，我要用聽寫落。你若還未寫的人，主會說你會記這摕來遮。咱的拜者長老會幫助你，所以有聽才有樣，有聽才會看到樣，無可能你行路時攏無看到人。
有疼才会去找羊，有疼才会去找着羊。啊，无你就讲，啊，都无，我都看伊拢无伫咧，啊，我敲电话伊拢无伫咧，安尼也过一冬，有疼，咱会搁继续搁过，有疼，咱才会牧羊。毋是干那牧者有羊，每一个有疼的人，上帝拢会将羊交代你，你会当做小牧人。咱的教会要无相像，所以有爱才有羊。但毋茫咱甲主讲主啊，我要听你。所以咱今日根本规个问题，需要求上帝将圣灵、将上帝听灌入伫咱的中间。所以愿我为哪听你，咱来甲主做咱的回应。愿我为哪听你，跪落祈祷谦卑。我知我无够，求主赐福。我心困求无你，哪久会哪听你？为哪听你？为哪听？咱你吟的诗，你若会安尼感受，用你的手放伫你的心来甲主吟。咱过入的时阵，你若有一个祈祷，求上帝将圣灵将上帝来灌入我。你感觉你有这个需要，你欢喜祈祷，咱的教会做祈祷，咱最后时光，你会当踏出你的脚步来仰望主，上帝将听小事你。所以咱过入的时，你会当来到台前，今仔日这个所在要真做听的这段。所以上帝来感动你，咱跪脚步来表示，主我要听你，包括楼顶的兄弟姊妹，顶逐去跪脚步来看到上帝伫咱的教会要做的工。所以咱一个人，你讲主，我需要这个听，我要听你。来，包括伫楼顶的，包括伫楼顶的，你跪脚步来表示讲，主啊，今仔日属灵教会要无相像，属灵教会要真做听的教会。去掉世间，早我去掉世间，安乐地虽然有艰苦，咱伫后壁兄弟姊妹，今仔上帝来感动你，我邀请你来，
你来真做听的一个教会，需要你参与落。所以，咱搁入的时，你会当踏出你的脚步，来加入这个听的行列。多谢主。咱要进入祈祷，有的人你方便徛咧祈祷，有的人你方便讲我要表示，你会当跪落祈祷，照你的身躯的经营，请琴继续弹，咱就开始进入祈祷。咱拢出声甲主祈祷，讲主啊，将迄个圣灵将听灌入伫我的心中，伫我的家庭，伫阮的教会。主啊，阮头壳有甲你祈祷，讲阮何等的期待面对面甲你做伙。这个时阵，咱面对面，你有看到我的心，你有看到我徛伫你的面前，跪伫你的面前，甲你讲，求圣灵将上帝的听灌入我，互我伫我的心内，互我伫我的家庭，互我伫我的社区流露主的听。主，愿我为哪听你，因为你先听我。主啊，今仔日的心愿。愿听你啊，才来祈祷，才来为着阮所听的灵魂信主来祈祷，求你来帮助，求你来扶持，听阮的祈祷，感谢阮今仔日属灵教会伫主日敬拜时对你虔诚的呼求，这诚做一个听的祭坛，阮拢要伫中奉耶稣的名，阿门。咱搁吟第40的时。咱就静静等于坐咱的位。请坐。